日本药厂大正製藥最近公告講，有17種嘅藥品對7月初一開始要起10塊到40塊，包括百寶靈感冒藥啊，賣起價。新冠疫情升懸，未少症狀較輕嘅民眾，攏會到藥局買指示用藥應對症狀。日本有名大廠大正製藥發出公告，17種藥品自7月初一開始，通路販賣價會調降10至40塊。是。所以它这波漲幅的话，大概我看大概就是7%到20%中间。那当然涨20%那个其实它是用量比较少的。那有些厂商你要维持市场的一个供应，可是要维持成本，那量少的话，有时候涨幅是大的。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根据台湾大正製藥的調價通知，起價的主要原因是最近幾年的原物料運輸甲製造成本一直升懸。上條看的百寶靈感冒粒、感冒定、感冒加無講，至少糖漿攏直接，其中幅度較懸的分別是百寶靈感冒粒26包430塊變做460塊，胃腸藥粒26包400塊變做430塊，還有眼用製藥為200塊調到240塊。起貨大概20%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可能会觉得有压力吧，毕竟是开销啊，本来可以省一点钱啊，或涨价了就要多花一点钱啊。因为全部的物价都涨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消费性的东西，一定都是会要花更多的钱，无形中的负担。家庭伤病药一波一波起，还有今年初开第一槍普拿疼服務系列、感冒加強定、木葉等等7款11種，起貨大約伫5至6%。另外，保利達藥酒也為去年80塊調整到今年90塊。公司新聞採訪報道。